1月23日有趣嗎？但我們並不是一群愁眉苦臉的人。如果新來的人在我們的生活中看不到歡樂或風趣，他們也不會想要過這種生活。我們絕對堅持要享受生活。我們盡量不讓自己陷入憤世嫉俗的情緒，也不要將全世界的麻煩都放在自己的肩膀上。是走者護戒協會第98頁。當我的房間井井有條時，我發現生活是可以控制的。係為掩藏自己的酗酒史而產生的內疚和懊悔，我終於又可以自由地去尋求自己在世界中應當的角色。但這種狀態是需要持久地維持的。有時候我會問自己：我快樂嗎？如果回答這個問題時會讓自己感到困難或吃力，那可能就是我對自己太過認真了。承認自己從實施康復計劃到保持房間整潔有序這條路上走失的事實，確實是有些困難的。我認為自己所經受的苦痛是上蒼引起我注意的方法，去引導我對自己的表現進行評估。實施康復計劃所花費的這一點時間和努力，例如隨機檢查清單，或者做出合適的道歉，都是非常值得去做的。